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周主日礼拜，此时我邀请大家和坐在你前面、后面、周围的朋友们，告诉他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感谢主在2024年的岁首到年终的保守与看顾，让我们仍然能在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他、赞美他。不管过去一年里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高山低谷，我们仍然要感谢我们的主，保守我们经历了那2024的一年。在新的一年开始，上帝必赐下新的恩典与能力，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再次邀请大家一同开口，我们同声来祷告。我们先来为了新的一年，自己能够更深的来与主亲近，来与主同工，来与主连结，我们献上祷告。也为了自己的家庭、身心灵的健康、工作、事业、灵命的成长，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真是向献上大大的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全心来称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生命单单的属于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仍然与你同行，主啊，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要把我们完全献给你。满心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里，恳求你让我们能够更深更深的来与你连接，让我们时时遵行你的诫命与旨意，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远离犯罪，保守我们不被仇敌搅扰，更是能够经营信仰与生活合一，不分为二，能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与你同行。主啊，我们也将自己的家庭生活全然交托仰望，求你按着你的应许赐福于我们的家庭生活，夫妻、儿女、长辈的关系能够和谐与美善，身体健壮，心灵喜乐，工作与事业都能够兴盛，灵命成熟，在2025年从岁首到年终都蒙受你的祝福。最后，我们也为了今日夏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第2堂礼拜，我们献上的祷告，为了夏牧师来献上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全心的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到不同教会当中，主啊，来主传道，主啊，我们会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在你的里面，主啊，为你所保留，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教会，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常常喜乐，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将夏牧师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使夏牧师能够更加领受从你那而来的智慧与恩膏，让他今日所传讲的信息，让会友们都能够有所得着。也求你祝福他的家庭，他们的夫妻，让他的家庭生活当中都有你的恩典满满浇灌在他的当中，也让他的能力能够更多的从你那里支取而来，让他在服侍人的，在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主啊，你都与他同在，你也都与他同行。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孩子这样的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们。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
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只是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告诉他，我的心就单单属于你，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真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这一生成为你的器皿，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哈利路亚！让我们拍掌来夸胜，扬声来欢呼，因为神的恩典已经降临，他让哀哭变为欢笑，屈膝变为平坦，他已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哀哭变为跳舞，一切山啊都天开，崎岖
规范，百姓都要欢欣的呼喊你的圣名。哈利路亚！生命不住的赞美，充满诸天到地极，亚威亚威，我真爱呼喊你生命。耶稣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没有人能够像你，我们高举你的赞美，阿门。赞美你，耶稣，我们来赞美你。耶稣，我们来赞美你。
像你，我高举你生命，无人能与你相比。我们赞美，赞美，没有人能像你，我高举你生命。高举你的名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你的名是我们值得尊崇的，是来敬拜的，是来仰望的，是来荣耀的。神啊，愿我们在你里面也得着恩典，得着祝福。在新的一年，我们迎接2025，愿神从年头到年尾，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一起聚会，一起敬拜，看见神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显示你的恩典、你的大能、你的祝福。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呼召，以及我们前面的意向。愿这个礼拜每一个人得着大大的祝福跟恩典。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同心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我们来看2处的圣经：约翰福音13章12到15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经文。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外衣，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他问门徒们：我刚才替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尊我为师为主，是对，因为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我尚且替你们洗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为你们立了榜样，是要你们照着我替你们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站稳，不可动摇。要不辞劳苦地为主工作，因为你们知道，为主工作绝不会是徒然的。接下来我们请密侦小组献诗，我们请牧师来证道，领袖榜样，福音任性。
哈利路亚！谢谢密珍小组，还有我们帅哥的小提琴手，拍手一下。哎，帅哥哈，感谢主哦，我们的人才越来越多了哈。愿神透过这首诗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得到大大的祝福啊！我们要一起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因为你大大的恩典赐给我们迎接新的一年。主啊，新的一年前面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是平稳或是挑战，但是我们确信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会得着满满的恩典跟力量，克服困难，成就更新更美好的自己，也能够因为神的同在，神让我们赢得更多美好从神来的祝福。愿神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着满满的学习跟启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是2025年第一主日了哈，我们就给隔壁祝一下，说新年恭喜，大大恩典，好不好？好，谢谢。我们迎接新年哈，很棒哈。很快啊，我们记得好像去年才刚刚过，现在又新的一年来了哈，新的一年又来了。那早上第一堂礼拜呢，我们节目很长，我们今天第二堂受影响11点才开始哈，因为我们有四种差派，一个是长老的差派，一个是执事的差派，一个是我们的侍奉团队的首长跟小组长。再来就是我们的中保代祷哈，真的是节目哈也不能省了，时间再省也省不完所以稍微后面有一点拖延哈。但是感谢主我们新的一个团队又就任了哈其中还有我们的满族长老他侍奉进城退休哈满族长还在这边，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来，满族长老。什么叫进城呢？台湾的长老教会我们有一个法规就是长老跟执事，他满70岁又讲出他的秘密啦。满70岁就不能再选了，再年轻再活泼，一定要交棒。那也好也不好，有的教会找不到人接棒，那很麻烦。但是我们教会还好，感谢主有老干有薪资啦那另外长老执事，比如说你是69岁选上长老执事，那你可以做到73岁。但是牧师不行，牧师就是你到哪一天生日到了，你就要办理退休了所以牧师可能退休的时间会比长老执事更快，因为我们就是在你年度到了就是那一年的时间到了就要退休。不过其实退休好像有很多的心中的感受啦有很多感想，但是其实那是时代变化，一定要有新的人来承接，那新的领袖才能够继续那今天我们借由这个就任式，我们新的一年牧师要用这个主题叫做领袖榜样福音韧性，这2个小主题啦，我们在勉励我们这些侍奉者能够有主耶稣教导我们领袖的榜样。那我们教会要迎接49年，今年49，明年就50几年了，也一起勉励我们能够在互相教会建立一个有韧性的教会，有韧性的服事，有韧性的福音。这个约翰福音13章这段经文，大家如果常常读经文就很熟。这个是主耶稣呢，他在逾越节晚餐之后跟门徒洗脚的故事。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故事之后，耶稣就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了，祷告完就被抓，被审判，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在吃晚餐的时间做这件事情是很有指标性意义的。那个小故事我们回去可以读经文，牧师再简单诉说一下。就是说耶稣他知道要离开世界的时间到了他就跟门徒吃晚餐。那个时候魔鬼已经控制好那个
加略人犹大准备要把耶稣出卖，就那一晚所以主耶稣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在吃晚餐的时候，他就从席上站起来，然后拿了一条毛巾束在腰间，把他的外袍脱下来然后他倒水在盆里，开始为门徒洗脚，而且还把他们擦干然后他一个挨着一个来到彼得的面前，西门彼得面前，彼得就有一点退缩，他说：“主啊，你替我洗脚吗？这个对吗？这个不合礼仪耶！”这个后面的话是我讲的，是说他只是讲说：“主啊，你帮我洗脚。”耶稣说：“我做了，你现在不知道，日后就会明白。”那彼得还是坚持说：“我不让你洗脚。”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关。”哇，那个问题就大了。洗个脚是一个动作而已，但是跟耶稣无关，那就大条了。所以彼得马上改口说：“主啊，这样的话，不止我的脚，我的手跟头都洗吧。”彼得就是一个很率性的人马上有感觉就讲出来。那耶稣还回了一句说：“洗过澡的人全身都干净了，只需要洗脚。你们是干净的，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净。”这句话又留下一个思考：我们人的身体洗澡清洁那是简单的事，但是为什么有人会不干净呢？这个是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所讲的很重要的一个教导。那我们要从这个教导开始，我们要来看说耶稣用这个榜样来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啦？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所宣告的榜样。那耶稣跟他门徒吃晚餐为这个示范服事的榜样，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洗脚是犹太人的待宾之礼啦，就是对待来宾，他们有这样的做法。但是这个带来宾，但是是仆人的工作，是下骹手人在做的，不是主人做的。但是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个行动来示范教导门徒仆人的服事？这个等于是建立了一个教会服事的一个关键教导。牧师小时候我们乡下嘛，那个时候物质很缺乏。我记得小孩子也不怕痛都赤脚在玩根本没有鞋子只有拖鞋，拖鞋是晚上洗完脚洗完了要穿拖鞋嘛，要上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爸爸或妈妈还是会叫我们来要睡觉了，赶快来洗脚，真的是洗脚，因为脚很脏，因为都是泥土地怎么会干净呢？其实现在的那个水泥地也是会脏那犹太人这种习俗是他们的生活一个文化，这个很普遍的事情如果我们用今天来讲，大概有一个动作有点类似。比如说我们到一个主人家做客，主人呢会很殷勤说：“来，请进，来这个拖鞋给你穿，对不对？”他们会拿一双拖鞋说：“这摆在这边给你穿。”而且有的很客气蹲下去还放你的脚边。当然，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人就不用那么客套了，就请穿拖鞋在这边，那就跟洗脚其实那种态度是一样的。那犹太人为什么要洗脚呢？而且是仆人的工作，我们也很了解。这个早期他们那一个时代，犹太人都是穿那个等于是镂空的脚的拖鞋啦，类似拖鞋，有的可能是穿皮的，有的是草鞋草鞋就是泥土都会都会沾到脚嘛，一定是，而且何况那个犹太地区呢，他们那边都是旷野，所以大家穿那个脚脏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当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其实也是为了尊重，不要把泥土带进去，所以在他们的户外都有一缸一缸的水让客人来洗。比较有礼貌的一定是请仆人
端水来给客人洗脚，那个是比较有礼貌的。那如果简单来讲，熟悉人就自己拿那个舀子来舀水冲一冲，总是要洗脚，因为才不会把泥土带进去家人里面。但是这些工作通常都是仆人在做的，所以我们有一个领受，就是说洗脚不是难事啦，洗脚是我们生活上常见的事，但是重要的是心态跟认知，那个心境才是重要。因为主耶稣要借由他们很熟悉的洗脚的习俗，教导门徒要有正确的仆人态度，有能力才能服侍人，不是力量大小，而是心态。因为你有这样的心态，你的服侍就不会累，你的服侍就不会觉得很委屈，或是你的服侍会觉得很大的这个困难或是障碍，而且才有能力来传福音。所以耶稣一个小小的动作，蕴含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基督教的精神所以我们说，在耶稣洗脚还跟门徒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领受到更深的意义，就是耶稣的洗脚的故事也蕴含了赦罪跟洁净的真理。因为主要我们能传的福音，不只是一种外表的福音，是一个能更新人的生命，能得救赎的福音，是生命得改变。我们知道像洗礼一样，我们一个水滴在头上，这是一个水的象征，其实它也象征圣灵洗净了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洗脚其实同样有类似洗礼的象征了。那耶稣是要门徒知道说，你们传的不只是一个外表性的口头上的，而是生命的改变，而且是用洗脚的精神来服侍人。感谢主，主耶稣用这段话告诉我们，他说：我是你们的主老师，尚且替你们洗脚，你们应该彼此洗脚。我为你们立了榜样，是要你们照着我替你们做的去做。换句话说，主耶稣他不用讲太多，用这样的动作，用老师代替仆人来洗门徒的脚，让他们永远记忆深刻，知道主耶稣要教导他们的是什么。好，这个动作，牧师想到我们富强教会要迎接50禧年，我们教会有很多服侍者的服侍同工，有的是有名单上的，有的是没有记在名单，但是都在团队服侍里面。我们教会富强教会领袖的榜样有2个推派领袖的模式可能我们老会友都很清楚啦。那牧师在做一个复习啦。我们第一堂礼拜有2位长老，有3位，但是有1位外出3位执事就任，还有我们2位团队首长要就任，他们各代表不同的选派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民主的选举，民主选举，因为我们的长职、我们的团契首长，他们是有任期的，要选之前就已经公告好了，而且要有过半数，而且是教会有什么资格，比如说你一直在教会做礼拜的，不是偶尔出现的，你是教会的会员，这些都有规矩。那由会友共同认定来推举。所以我们今天有2位长老、3位执事这样子，这个叫做民主选举，也是长老教会的很行之有年的制度了。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更有弹性，而且更有包容性的，就是第2种，叫征召跟选派。什么征召选派呢？就是我们教会的区长、小组长、事奉团队首长，因为他们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们是要照顾、关怀、培育、牧养我们的羊群。那用选的就有一点不一样，是真的是有属灵的灵命的代表性，所以是由小会征选合适有属灵恩赐的主责同工来做差派。我们的事奉团队首长、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区长，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那个也是我们长老教会
特别是富强教会，我们在40几年的历程当中，找到一个最能够包含教会领袖的选出这个好的方法，选举的一种，还有包括征召的差派的一种。那感谢主，我们从早期就已经有所谓的轮休制度，就是让我们这些长职虽然被选举，但他们没有一个概念说啊，我一选上就做到老，做到退休，做到像满族长老一样，已经这个进程退休。我还是有下来休息的时候，有喘息的时候，有学习的时候，有重新再起的时候，有经历新的恩典的时候。那这是我们富强教会非常重要的资产。大概如果你没有很研究这个长老教会的制度，你会觉得好像这个是例行公事嘛？不是那个是真的很重要。好，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49年来这些被选的领袖或被征召的领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啊，这是我们教会的资产，我们也是说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是我们的文化，就是许许多多的前辈领袖为教会建立了属灵的榜样。他们同心合一，他们谦卑顺服，他们尽心尽力。特别牧师要说，我们49年来，我们最值得称誉就是赞美的，就是我们教会是合一的教会。长老、执事或是侍奉团队首长，无论你在社会是多么有地位的，无论是政治或是经济或是在事业，你有很多的成就，一进到主的圣殿，你就是一个弟兄，你就是一个姐妹。我就是用主耶稣服侍人洗脚的态度来服侍你。因为富强教会没有像私人的公司有很大的那个盈利，所以呢，我用奖金，我用年终来鼓励你做好多的事，你配得你就得很多。前天还报告说，我们中部有一个农会竟然可以得12个月的年终，我说那么厉害，因为他们的总干事很会做生意。那教会不是用这个方式，没有所谓的利益来要求侍奉者，也不是像军队或是像政府，因为有公务员的职责，或是军队有长官的权柄，命令你做这个做那个。那我们的教会其实就是一群愿意委身在主耶稣的呼召，用感恩的心来服侍，尽心尽力。我们有一句台语啊，我们常常听牧师讲，他说出头卡搁出点啊嘎，有没有听过？出头卡搁出点啊嘎，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精神。付出了，奉献金钱，奉献体力。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专业，你在外面的职场，你1个小时，你的价值是多少？其实都算得出来。有人那个他的工作质量1个小时就是很大的一个费用，但是来到教会里面就是完全舍弃一切，就像主耶稣讲的。那特别我们要用一个例子了我们的财务部的长职同工，在部长我们志强长老领导之下，他们每一次在教会，比如说第1堂礼拜做完礼拜，他们就到5楼的财务室，就一个一个的把我们的奉献，特别奉献袋拿出来，数算里面奉献多少，还像你写的一不一样，还要登录下去。然后1个月要整体把所有会有的奉献，还有支出，还有凭单，还有收据，还有传票，一个一个登录清楚，把电脑输入，然后把它列出一张报表，1个月一次。所以通常我们礼拜结束，等一下你们都到餐厅吃午餐了，他们还在那边做，特别是大会，特别是像今天第1主日，很多人约定奉献，他们就要忙到2、3点。
有甚至忙到没空吃饭，因为他们觉得乐在其中，他们觉得乐在服事。牧师曾经有好几次提起说，以我们教会的经费的规模，我们已经要今年突破2000万了，请一位专业的会计来帮我们管理，其实也是很正常，但是他们都没有很说我们不用做了，就交给他们做，他们就自己来。那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每一次做礼拜，敬拜团队、我们的圣歌队、我们的音响、我们的乐团、我们的外面的服饰，那是要多很精密的联系、训练、安排，然后让我们一个非常荣耀主的敬拜。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或是一个严谨的训练。那这是我们富强教会，我觉得是最棒的，因为49人，我们大概经了3、4代了。如果以牧师的任期来讲，已经有四代的牧师了，那长子大概4、5代了，每一代都是成为美好的属灵的模范。他们因为做了榜样，我刚刚讲，不是靠金钱盈利，或是靠那个职场的权位，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建立了榜样，所以我们也愿意学习他，跟随他，跟他一起服侍。另外一个，我们在迎接50禧年，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平安度过迎接，而且有更强的这个丰盛，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福音的韧性。我们也面临50禧年，就是一个所谓的兴盛的关键拐点。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听到牧师讲这个，为什么叫韧性？什么叫拐点？其实牧师对他的理解不是像我们的企业家或是我们的政府单位了解那么清楚。我是故意用这2个字，要来凸显我们富强教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的重要。怎么说呢？我们50禧年这个关键的拐点是什么？我们常听到，最近台湾在政府单位啦，或是一些领袖他们在讲说，国家跟政府的韧性建造，有民主的韧性。各位最近这几个月一定很清楚今年大概台湾的国会是纷纷扰扰，立法委员竟然有很多的运筹帷幄，怎么样来攻防？那个民主是要有一个制度去建立的不然有人把它破坏了，很快就倒了。所以民主的制度要韧性，我们的经济要韧性有时候经济风暴一来，有的国家就倒了嘞。我们看到之前我们看到冰岛，我们看到这个希腊，还有之前的斯里兰卡，他们政府竟然是倒了。我说一个政府怎么会倒？就外债太多了，没办法偿还没有钱花薪资给这一群那个公务员那就倒了我们还听到电网的韧性。什么叫电网呢？我们最常听到的是电网，因为我们台湾因为工业的发达，特别是现在进入到一个电子产业，我们的台积电这些高阶的产业用电量是增加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台湾如果之前常发生一个电塔倒了，有的是台风，有的是土崩了，一个电塔倒，几乎整个半个台湾都停电了。之前还发生过一次，不过是局部的。我记得921大地震前台湾发生一个很重大的这个停电，因为在一个高压电塔在山上一个高压电塔倒下来了，竟然产生连锁反应，一大片的。我记得那个时候热到不得了还跑到外面去，也没有电嘛，所以用听那个收音机听看到底是个什么事因为电视不能看所以政府很重视说这个电网很重要所以昨天刚好牧师看到一个报道，他说我们台北市有一个地方整个地下室都挖空了，
地下室挖，一个很漂亮的大楼的地底下，竟然挖深了7楼啊，7楼深哦，是为了把所有的变电所都潜入地下，而且里面的设计很新，就是他们要控制，比如说台北哪一个区发生状况了，风灾或是被车子撞了，或是发生危险的时候，这个地区的电不会影响别的地方跳电，它这个叫电网的韧性，还有包括城市的韧性。我们知道高雄这一次不是有3坨台风吗？我们台南静悄悄没事，高雄厉害的不得了，很多树都倒掉。但是他们经过好几次的历练之后，他们竟然没几天就把它恢复掉。大家都很称赞说，哇，你们高雄很厉害呢，水也退了，很多树木都清洁了。但是牧师记得，牧师在神学生的时代，大概已经是40几年前了。高雄曾经发生一个更严重的台风，叫做塞诺玛台风，还记得那一次整个高雄港那些吊货柜的那些吊车都倒下来，大概1个月还没弄好，因为那时候政府还没有办法发现说这个城市怎么马上恢复。所以韧性的意思是你遇到挑战、遇到伤害，你有马上撑起来。这个跟个人也差不多，有的运动选手一受伤就倒下了，但是有的是继续复健，手术后又重新再起，那个叫韧性。一个城市有韧性，一个个人有韧性，一个家庭、一个事业都有韧性。我们的教会更需要韧性，因为不能因为出现一个小小的缺口，哇，整个都倒塌了。这个是网络上的解释啦，牧师只是秀一下说他在讲韧性 ，resilience 是什么意思？就是恢复力的意思他的解释是说，你回应变化，来寻求一个稳定的状态的能力，而且能保持平衡的表现，这个叫韧性。那韧性呢？韧性城市是说，一个城市它面对不确定的冲击，比如说天灾啦、社会经济衰退啦、恐怖攻击事件、能源危机，你的容受力跟你的回复力是多少？那我说互强教会要有韧性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的道路、前面的日子怎么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确信我们有这个承受困难挑战的能力这个也是容受力的一个解释，然后我们就跳过。那我觉得互强教会最需要建立韧性的有这几样。第一样，我们的门徒造就要更晋升了门徒造就要更晋升。那领袖要无缝来传承。刚刚我不是说我们的满族长老，他其实还很年轻，要让他请他再做10年，应该他很乐意啦。但是法规规定他不能再。但是有谁可以接他的班？有谁要承接这样热诚的服事呢？所以这个装备门徒长成大树。牧师的家里有一张很特别的海报，这个海报是在大概7年前呢。我们台湾有一个环保单位，他们很注重这个环保，他们特别去请那个专门在研究那个树，台湾的树种，到深山里面找到了1棵，其实是3棵啦。他们认为，他们的衡量就是全台湾最高的树，最高的树。然后他们就去请了澳洲的团队，用吊绳从70公尺高一直往下拍，一节1公尺拍1张照片，那就叫等身照片。我不知道对摄影有研究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你站在下面拍上去，是不是下面很粗，上面很短，对不对？不叫做等身啊。但是这张照片它是拍等身的，而且他当时就是呼吁说，你如果奉献500块，我就送你1张海报。所以牧师就得到了这张海报。看起来就是一棵树的海报嘛，但是真的它有故事的因为那个卢凯族他把它称呼叫做撞到月亮的树。因为高到就它跟月亮就在一起了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种叫台湾杉，这一棵树70公尺，
那这个团队在7年前呢去拍的时候呢，他们就站在树下拍，你看在树下那么粗啊，是在七兰山的这个台湾松三姐妹。那我说这个图表，我牧师在想说有什么办法把它呈现出来啦。我准备说请我们的书法老师啊写8个字，就是刚刚我写的那个培育门徒长成大树，然后把它贴上去，然后把它绣出来在这个图上啊，这个图上面，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教会的门徒训练就要像这样子，这棵树定根在台湾的土地，不到几百年啊，甚至1000年也可能，但是它是屹立不摇。你知道，很多人在研究台湾的大树能够成长是很不简单的。第一个有地震，第二个有土石流，第三个有台风。你任何一个因素一来，那个树要留下来就不简单。所以台湾有很多所谓的神木现在我们把它讲成巨木，那个就是很特别的条件。比如说那边台风吹到那边不会很剧烈的影响，那个土石流在那个泥土上不会把它冲刷掉，然后这棵树才能成长1000年、2000年。那我期待这棵树也成为我们富强教会一个门徒培训的一个标杆、一个目标，培育门徒长成大树，这是我们韧性的一个象征那第二个，我们前几天牧师po了一篇文章，因为我看到一个老牧师已经80几岁了，他竟然把长老教会的病态、病象都写出来，就po给我们的同工看，很多同工有很好的回应了。那牧师没有空，也许有空可以把这个文章po在周报给大家分享。他指出我们我们长老教会有6项很需要克服的，而且已经是刻不容缓的。第一个，他说长老教会近10年来很严重的老化跟断层。第二个，要重视老化跟断层可怕的现象他有很多解说了第三个，他说长子有断层，看见未来台湾教会的隐忧。第四个，断层中最大的可怕的现象就是教会留不下青年，因为我们教会的运作就是行礼如仪，老派的想法做法。但是年轻人他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在网络上上课，他们在网络上学习，他们是用这样的通讯，他们是很短暂的玩乐，马上又跳到另一个，他们这变新的方式很快，快到你来不及追。然后教会觉得还是温哒哒，按照这样子做，年轻人说我适应不了，不习惯。那到底是我们要请青年人来适应我们呢，还是我们要调整一下，让青年人很喜欢？就好像你平常在卖东西卖得很好，突然间大家不想来了，不想买了，你会说：哎呀，这个你们现在人怎么那么不识货呢？我东西是好吃又好玩呢，你怎么不来买？你知道说对不起，我没有兴趣。是你要改变让人家来买，还是说你骂你没有兴趣？这个是这个汤孟中牧师所讲的，青年人留不下来。特别我们这个现代的社会变化太快，很多年轻人其实不只是教会了，现在年轻人他们在社会上很多迷失。你知道现在台湾吸毒人口是多到让你不敢想象，那个对工作职业没有兴趣的人很多。那这个是我们整个普遍社会的病态，我们怎么样去观察到？第5个，教会陷入冷漠，没有热情，没有爱。大家来这边只是一个礼拜的形式，行礼如仪，但大家没有这个爱的出口，没有像我们一直在推广的说要口甜、脸甜、心甜，对人有兴趣。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哎呀，做人好难啊！真的，人跟人相处没有容易的啦。你要让人家受欢迎，你要先欢迎人家，对不对？那个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调整。那第6个是，他说我们要赶快刻不容缓来挽救老化跟断层，这是我们所谓一个领袖的榜样。第2个，我们富强教会在迎接50禧年，让传福音的动力更深入、更强化。
上一次我们不是在幸福小组，我们在洗礼的时候，牧师有一个感动说，我们现在团队传福音的模式已经建立了。我们有幸福小组，我们有小组的同工，我们有这个福音茶会参会。但是我们是更进一步希望说，每一个门徒的培育是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能力，即使单独一个你都有办法跟你的朋友传福音，那才是更激动的。因为你要找一群人很重要，效果会好，没错。但是你个人突然间一个好朋友来找你，他心中有很多愁苦，你说我来介绍牧师跟你讲好不好？我来介绍我们的小组长跟你讲好不好？现场当地你就能够把福音传扬，或是把圣经的话勉励他，那这样才是最激动、最实际的。那就是我们互强教会这个福音韧性，装备每一个互强人传福音的热情，而且我们能够深入社区成为见证。我们今年在圣诞节的时候特别有着重到这一点，我们用办市集，让社区的朋友来认识我们。我们到那个奇美医院，我们的基甸牧区去传福音。我们到我们的社区活动中心来办理这些活动，其实就是为了跟这个社区更接触，跟他们更亲近，让他们不会觉得说你们互相在那边是你家的事，跟我无关，而是我们需要能够把这个福音的韧性延伸到整个社区。还有包括我们看到指南执事他们一个48很用心的在学校附近建立一个福音据点，邀请很多小朋友来到那边接受课业辅导，或是给他们鼓励传福音。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希望平安无事了，但是我们都心态知道，我要有克服苦难、困难的能力，挑战我能够迎接它，能够化解它，能够改善它，能够改变。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一个成功的人士不是他平安无事，也是因为他有那个毅力跟能力去克服遇到的困难。我们互强教会也是这样，要建立一个突破困难的勇气。困难来了，我们要迎接它，去挑战它，那从神得到力量。所以改革跟更新要迎接时代的挑战。我们迎接50几年了，什么应该改革，什么应该挑战，我们有时候自己看不出来，觉得很好不错但是其实人家说，哎呀，你这边不对这边不好。我就看到一个最新的故事，阿根廷的新总统他刚就任1年，大概就像我们台湾的总统赖清德，他是在年初就任的嘛。这位新总统叫米莱，他是去年底应该是前年底就是2023年的年底12月就任的。他在这个阿根廷这个国家已经是经济低迷到一个很严重，几乎病入膏肓的情况，他出来竞选，因为他是一个经济学的教授。他用他的很特殊的形象，改革的形象，他在选举的时候拿出一支人家在锯树那个大电锯拿高高的，就说我是一个砍掉重练的总统，竟然被他选上了。但是他的所属的政党在阿根廷其实好像在10几%而已根本就是少数的少数。但是他可能因为名气可用，因为全部的人民知道说这个国家再这样搞下去根本就要崩溃了，所以他就放任这位新总统去改革他就用这种方式打掉重练旧经济。你知道吗？才1年很多数据出来了，但很多人还在怀疑说你这可能是一时的现象嘛新人新政嘛，能不能持续？但是至少他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了。这就是他们的新总统一头乱发看起来不像总统你看那个很像那个嬉皮一样。他拿这支锯子说要把阿根廷的经济砍掉重练。当然很多的内容我们没有空讲，但是他这个成果有这些。他说1年不到，他们的通膨是211%，降到2.7%。你看这个是什么数字政府严重赤字，变成有盈余了，从来没有过，已经123年了。阿根廷好像穷到几乎只剩下足球，你知道吗？足球很出名，大家踢足球来稍微
稍微安慰一下自己的心呐，哈，因为阿根廷的足球是足球王国，然后竟然有盈余，因为他们曾经经历到原来是在2次大战之后，曾经是全世界前几名的经济体耶，但是被他们一些有意识形态的政府、总统管理到每下愈况，大家一起穷。然后中央部会竟然他从22个部会砍到剩下8个，他们说这些都是冗员呐，米虫啊，干脆不要。他们减少200亿的支出，5万公务员被fire掉。他把国营的石油、铁路、航空、电力、自来水41家公司全部私有化。也就不让那些假硬崩的就对了，哇，这种改革哈，在一般国家是不得了的，他竟然他突破了，而且目前还在继续当中哈。好，另外一个韧性是什么？是要突破现有的，不要以为已经好了，就是定的规则、目标跟记录。是为了让你来突破的。互强教会有很多规矩、很多条例、很多办法，但是我们就是要去看见突破的方式。有个小故事是怎么说呢？有一位纽西兰的竞速选手，他已经60几岁了，他从年轻开始就很厉害，很喜欢改车啦，是改摩托车。改这个摩托让它速度更快，想要竞争是全世界在地面上跑最快的一个人，这个叫伯特孟罗。当他要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其实身体是有病，刚刚癌症治疗过，但他不怕一切的挑战，他就是想要得着这样的成果。后来被拍成电影拍成就是一位很出名的演员，你如果看电影就知道，这个霍普金斯这位老演员演的叫做《超速先生》，在2005年演的电影。然后他骑的是一台，如果在座有喜欢重机人，应该有知道这个故事。有一台很出名的、经典的、古老的摩托重机，叫做 Indian Scout， 就是叫做印第安号的这个赛车。他把这台老爷重机一改再改，改到气缸也好，引擎也好，速度也好，挡风的，他一直研究更改，自己更改，然后拖着这一台车跑到美国的那个中西部那边，也不是有盐滩嘛，那个什么旷野的盐滩，有一个专门在练习赛车的地方去参加比赛，这是他当时的赛车这台是骨架拆掉重新装修的Indian Scout。然后他在62岁的时候，他坚持人生的梦想就是打破地表最快的纪录。在众人的质疑眼光当中，他骑着这一台跟他一样老当益壮的古董摩托车印第安，从纽西兰跨半个地球到美国的盐滩参加超速竞速比赛，竟然是一位老人年轻人都笑他说：“年轻人都达不到，你怎么可能呢？”他竟然是在1967年已经50几年前了。他以950cc 的排气量改装这一台 Indian Scout， 然后跑出时速，地面上的时速305公里。你看我们高铁多少？高铁大概是这个速度，他竟然骑车冲破这个速度。那这个成为一个很激励人的故事，因为他不是一个年轻力壮的，或是买了一台新车，而是把古的车改过来。弟兄姐妹，我们讲这些故事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迎接新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一个共识，是我们要让互强教会也成为一个强韧、有韧性的教会。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困难、人事的问题、各方面环境的问题，还是我们属灵的问题，我们都能够勇敢面对。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这个名称叫拐点。我们在座很多数学专家、牧师就不卖弄这个拐点，它基本上是几何学的一个名词，就是一个缓曲点那
他的解释了哈，他说一条连续曲线是由凸转凹或是由凹转凸的一个点，说这个就是使切线穿越曲线的点。那从图面来讲，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哈，就是一个图表，这一条曲线到这个点就变化了啊。股票有股票的点，我们的事业有事业的点。那富强教会要迎接50几年，我认为它就在一个拐点上面，到底是我们持续的成长、持续的兴盛，还是哇，突然间各样的因素都不好的来了啊，就往下降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50几年是迎接富强兴盛的关键拐点。我们在这个关键点是要继续成长茁壮，还是由盛而衰？那就是我们大大需要神帮助的地方。有韧性，有一个门徒领袖的榜样，还有每一个弟兄姐妹被圣灵来激发出，我觉得参与富强教会的福音事工、服事成长，是我最大的荣耀。那整个教会的气氛是营造一种大家彼此互相帮补、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带导。等一下我们要有代祷团队的就任，也是一种大家在平常在暗中，大家就是在持守、在守望祷告这样能力。期待我们是用这样的心情来迎接49年，7749。在圣经里面讲是一个安息年，是一个预备了，要迎接50这个荣耀的年。我们期待我们今年就是一个装备、准备、成长，然后突破。愿神让我们透过我们保罗给我们的鼓励，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保罗这样鼓励我们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站稳，不可动摇，要不辞劳苦为主工作，因为你们知道为主工作绝不是突然的。保罗就知道哥林多教会在那一个时机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搅扰，很多的困难，但是他说站稳不可动摇，要不辞劳苦。你看看这些事情有轻省吗？有容易吗？其实都不是。是因为他们站稳，他们不辞劳苦，而且他们知道我们做的是要得神所赐那个荣耀的奖赏，不是世上的年终奖金，也不是世上的奖牌，而是神从天上降下来这个不突然的为主服事，不会突然，这是神给我们最高的价值。愿神赐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然后要请我们的代祷团队预备要来做差派，我们一起来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富强教会因有神的恩典，我们一起追求富强的每一个时代的领袖，都成为一个为主服事、为众人洗脚仆人的态度的榜样。我们也祷告我们的富强教会，因为有神特别的恩待，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接受门徒的培育，让我们都参与到传福音的操练，而且我们同心合一，为了面对任何可能来的挑战，成为有韧性的教会，有福音韧性，有事工韧性，有服事团队的韧性，能够看见神为我们摆在前面更大的祝福。神啊，我们要为祷告团队、守望团队来差派，求你赐福给每一位，让我们知道我们受差派不是一个小小的仪式，而是因为我们看见神给我们极大的权柄，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祷告，一个守望的祷告，一个攻破敌人营垒的祷告。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第2堂礼拜有参与中保代祷服事的同工，请你就陆续到前面来哈，我们一起来做差派的祷告。好，我们开始来唱这首诗歌。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也不要客气到前面来啊！可以排一排或两排。对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过来一点点啊，过来一点点。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最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灵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感谢主，我们今年呢，在51期的我们的守望祷告团队，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已经进行了50期，一期4个月，你看这个时间的那个时间轴很长。我们教会感谢主，有赐给我们这样的团队来服侍、来祷告、来守望。特别今年呢，我们有这一期有好多位我们年轻的基甸牧区的团队加入这个服侍祷告当中。我们看到老中青一起来进入这个属灵征战的服侍，这是我们最感动的部分。这时候我们要请站在前面的我们的大老团队同工，你用你的稿子或是看投影片。当你念我的时候，就念你的名字。那我们一起来用这样来做祷告。预备，来，我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与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我愿意遵守中保祷告服事的时间，参与守望祷告的责任与使命。有关代祷事中各样教会事工与个人代祷事项，我愿意向人都保密，愿上帝与我同在，并垂听我的祷告。阿们。感谢主，他们在主面前用这个祷告来开始第51期中保代祷的事工。我们为他们来做祝福的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在51期有那么多位弟兄姐妹愿意委身在守望祷告的服事当中。尤其我们有新的团队。我们的基甸牧区有7、8位年轻人也加入这个守望祷告的行列。主啊，这个不是一个浪费时间的、多出来的时间的，而是一个征战、属灵征战、得胜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是分别为圣的，是神的恩典的。这群同工1个礼拜至少有1个小时在祷告室守望。神啊，愿你借由他们有能力的祷告、谦卑的祷告、征战的祷告，为国家、为社会、为教会、为家庭、为个人、为有病痛的、为遇到困难的弟兄姐妹，写出代祷卡的。主啊，求你亲自应许他们在你面前的恳求。愿这个祷告室就是富强教会一个心脏、一个动力、一个改变的契机。愿神似乎在4个月当中，每一个同工他们来到教会的路程回去都一切顺利，也让他们不受干扰、不受影响，能够准时到教会一起服侍你。感谢主，奉你们来祝福每一位，也祝福每一位，无论在祷告室或是不在祷告室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都被神所垂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向后转好不好？来，我们拍个照，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好不好？我们为他们拍手鼓励一下。特别我要问一下，
有基甸牧区的代表吗？来举手一下，摇摇手，摇摇手。基甸牧区的摇手一下。好，他们都是年轻的团队，好，鼓励他们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请回座哈。我们现在来做奉献，然后有一个小小的颁奖啊哈，那我们就结束。我们请志祥长老。好，我们一起来奉献。好，我们一起起立唱奉献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陪你行，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好，请坐。好，接下来我来报告，请报告之前，我们来背这个月的金句《约翰福音》17章3节，我们一起用华语来背2次。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好，我们再一次。下个礼拜的侍奉同工司理是叶山营执事，其他的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直接看第4页。今日是总会定的2024年跟2025年的宣教主题是激励信仰生命，迈向家园丰盛。我们看第2点。今日有差派礼，我们有2位长老、3位执事，还有团队的服侍，还有小组长的就任，我们恭喜他们。我们看第3点，今日举行中保代祷的57期的祝福差派礼。我们看第5页，我们定于2月23举行定期和会，我们请收集资料当中，我们请各牧区还是各小组，我们尽快的在1月12号以前将我们的资料提交到办公室。庆生会我们等一下再来举办。好，我们看第6页，下个礼拜是中会的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好，我们看奉献的征信第8页，全有出入的跟我们的会计同工来更正。以上报告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
好，各位弟兄姐妹啊，今天第一堂礼拜我们有就认识了哈，不过有几个介绍，我还再介绍一次哈。我们的长老就认识高年轻长老跟谢承佑长老，我们的执事是廖秋平执事、龚硕文执事，还有张子兰执事。子兰执因为刚好出国，所以下个礼拜他回来，我们再补就任。再来是我们的机构团队首长，我们的敬拜赞美服事团队谢承佑长老就任哈，还有保罗牧区的路德小组，原来是慧兰小组新的小组长是陈云平小组长哈。我们也感谢就轮休的同工长老有2位，一位是我们的满族长老，刚有介绍过，他一共服侍了长职23年了哈，我们还是要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满族长老。另外是王卫鹏长老他是轮休哈。再来执事有4位，是王俊仁执事、黄俊君执事、吕淑文执事、胡泽龙执事，他们是4年证然后下来休息哈。我们谢谢他们。另外也感谢卸任的服事首长是我们的敬拜赞美服事团队的刘冠宁执事，他是刚好应该服事了好几年4、5年哈。当然是我们的保罗牧区的慧兰小组，他小组长就是慧兰小组长，他也是个休息哈，我们谢谢他们。另外我们要祝福一下我们的基训小组哈，他们因为今天牧区的重新改组，所以他们把名称更改为基训小组，改为激励新小组。我们的小组长是尤燕婷姐妹，尤燕婷老师哈。第2位是我们的基顺小组，改名为基理师小组哈。这2个名字3个字的就成长1岁了，成长2个字变3个字，但是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课题，我们回去查圣经好不好？研究圣经到底基利心跟基理师是什么意思哈？这样才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教导，对不对哈？我们恭喜他们哈。我们另外我们的代议长老是志强长老，我们的书记小会书记是李荣泰长老，我们的长执会书记是我们的叶山林执事哈。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庆生会，还有一个颁奖哈，请大家稍后一下我们今天要欢迎一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叫做张凯成弟兄，在这边是不是？欢迎你，凯成兄，欢迎你，欢迎你是我们新堂长老的团队欢迎你来参加等一下我们在庆生会的时候再请我们同工来吹蜡烛哈。好一个小小的报告，就是我们新年度开始呢，我们有一个约定奉献或者是11奉献，我们请大家可以取用，看你的柜子里面有没有新的，有标上你的代号，电脑代号这个要用1年哈，大家不要拿丢了哈。这个每一个月有隔一格，你可以填上你的奉献你的名字、你的电脑代号，那这样我们的财务组就可以好好的为你做登录的动作请大家踊跃参与哈。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颁奖的动作，我看看这几位有写诗篇3册150篇今天有来的，我念一下赶快出来好不好？我先念林佩妮执事有没有来？佩妮，王之品，严若雅有没有？都要出来哦。郑婉丽姐也都在第一堂了哈。许淑温姐妹，淑温姐，好，石娟有了看到了，石娟有没有？好，陈燕姐妹在这边，陈燕姐妹，邱秀清姐妹，秀清姐，好拿到了哈。好，何新忠弟兄，新忠弟兄在哪边？好，吴媛媛，林美杏，来到前面来好不好？有到了，黄万成，李家武弟兄，郑元珍请假，柯秀穗有没有在这里？黄婉琪，好，请你到前面来。叶金珠，好，那今天唯一单独的就是我们的得奖的，我们的院长娘叫做范青梅姐，来，你们2位代表来领奖来，2个代表来领奖来，到前面，现在念一下大家。
感谢主，我们有35位。今年如果有新的抄圣经的哈，我们期待更多人哈，因为诗篇150篇3册哎，如果下一次只有1本，那就更快了哈，好不好？我们要鼓励一下谢牧师抄2份呢，谢牧师啊，他把牧师的帮我抄了，谢谢他哈。好我们有一个小组啊，我们的3营小组有10个人完成，真的很不简单哈。不是说谁多谁少，我们是鼓励大家一起抄圣经来研究神的话。来，我们来做结束。好，我们起立唱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们唱完，请牧师来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顺从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一位同在。特别是在新的年度，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一起同行，让我们经历到神丰丰盛盛的恩典，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预备来做庆生会。感谢主，我们在新年度1月份的时候，有好几十位寿星，那其中今年最早过生日的就是我们的李伟教授，所以我们要唱生日快乐歌，唱完请他来吹蜡烛，好不好？然后我们开始弹我们的生日快乐歌，来，生日快乐，愿主祝给你，祝你生日，英文的，嗨。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我们请李伟教授来吹蜡烛，谢谢。好，最好的角度，好，抓住镜头了，谢谢，谢谢。我们来为他们做祝福祷告。天父神，感谢你。在1月份有好多位在年初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生日，愿神赐福他们在生日开始1年到年尾都有得神的恩典，有健康的身体，有旺盛的生命力跟属灵生命，特别是有他们好的人际关系，有好的工作、健康跟美好的家庭。愿神赐福他们无论在哪里都是兴盛，都被祝福的，是被受欢迎的，也让他们的家人因为经历他们的生日，也一起同心喜乐，同心这样感恩。愿神赐福我们回去的路程一路都平安。那我们再过来1个礼拜，我们有寒流要来，求主保守我们身心灵都平安健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给长辈祝福，愿你都得恩典，谢谢。我们平安。我们在楼下一起来享受午餐，谢谢。